今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，国家人权委员会特别举办人权海报设计活动。入围作品对今仔开始伫咧高雄展出。主办单位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作品，让民众来了解人权意义，嘛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理想社会。人权无所不在，人权真的是最高最美丽的价值。由国家人权宣言委员会主委当局为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的地点开幕，为着要响应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，举办这届人权海报设计活动。入围有83个作品，主题是真多元，有劳工权益、性别平等，更有家庭亲子议题，展现即马社会问题。主委表示，因为高雄市是人权社区重要指标，今年展览头摆办伫高雄。他的创作的一个灵感范围非常的广，小到生活周遭各种人权，大到世界重大的事件。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在这些项目上面，不是我们只是个平凡人，没办法对这些社会问题去做努力。今年展览当中，特别用这张75年的人权图案的起头，背景是1978年12月迄场互人停止选举，张学忠先生设计，伊阁画出上顶和平的甘纳基。这张图迄当时嘛影响过当年的美丽岛事件，庆祝世界人权日为诉求的游行。那海报1978年嘛，那隔年就是高雄的美丽岛事件。如果我们这样去联想，就很容易把历史记到我们的脑筋里面。这摆海报设计是以世界人权为主题，来自世界各地拢总915件作品参赛，选出36件获奖的作品。当局表示，透过人权海报比赛，用艺术创造更较侪人关注人权的议题。台湾人爱更加珍惜即马自由民主的社会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